原來你又係嚟呢間健身室㗎？係啊，貪佢嘅器材好新，成日轉新款，咁多報廢器材，咁鬼死大件又重，點搬走啊？公司仲話要銷毀報告，點搞啊？呢啲咁鬼大件又咁鬼重嘅，又或者任何要報廢嘅大型體育設施，都可以揾我哋溫些環保，等我哋幫你哋搬走，仲會發出環保處理證書㗎。服務對象係學校、健身中心、大型屋苑嘅會所、政府部門嘅康樂中心。原來咁，好勁啊！你哋如果有需要做報廢，記得要揾溫24環保。我哋繼續做運動啦！Step onto the field, feel the rush ignite.